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王周杰伦12月要伫台北的大巨蛋开演唱会，15万张的票总共抢了了。黄牛票竟然是花到一张30万。其实台北市的刑警大队早就锁定一对翁仔某，因对外来操蛋讲，因是全台湾上界大只的黄牛。国内外热门的演唱会，因拢会当抢到票。就算进前已经互掠过3届，但是发钱都无代志。这个抢到周杰伦的票50张，会当赚200万。结果互警方逮捕以上，这个太太是20万交保，若翁婿是互申请收押禁见，两翁仔某当场不服大闹。走了。看到镜头，随杜北区搁娇弟弟甲法警控制，法警咧甲吹才艰苦一挂，离开好心色。高保校团行出去，有一台200万的欧洲车，驾驶早就伫咧门外等等，穿百景裙、老长头装的小姐，和先生经营黄牛卖奖团做尾11年的时间，专门伫咧转卖实行演唱会门票，敢若周杰伦这一场就差不多收200万。当翁仔某互抓起来，先生两只手铐起来，听到扣绳压禁见，规人总抓狂，讲网友的故意诈欺，闹钟早场扣强制带转去拘留所，检警伫咧后应该告强犯。那该集团呢，在网络上呢是号称是全国最大的代购的一个票券的管道，那并且声称保证预售，将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、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，移请台北地检署来虚行侦办。15万张票5分钟就卖完，黄牛翁仔某接到2张198张票，实际抢到50张，拢已经摕到飞机号码。开场进前下当先换票，警察即马含请文化局会调，民众拢希望票会当亮出来，不过恐惊等到案件到一个坎站，才当做进一步的处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